面对每一天为何治安爱处理大大小小案件刑事来讲，议员林美燕接受记者真情，才知影这个经费就是代表一份荣耀甲形象。不过，伫103年以后，警界因为惊放弃，就无搁再发放，所以建议提振刑事打击犯罪士气，就要恢复经费。所以这个徽章后面还有写他的名字，还有写编号。所以对他们来讲，它是一个肯定。在过去的我们的刑警，我问他们，他说觉得说，有这个徽章对他们来讲，他们觉得说很光荣，而且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说，好，真的有冲劲的感觉。那现在新的刑警也听过他们说，为什么过去的人有，我为什么会没有？别人曾经拥有过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刑警的徽章，他们认不认同？他们觉得说是荣耀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再恢复给予这个徽章啦？这部分我们可以建议刑事警察局的周局长了哈。好，这应该是可以再实施了。我是觉得什么因素之下，因为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原因了哈。很多基层为了、我觉得它不是掉的一个不可以因为它掉了，它不可以因为它有时候会掉，也不是全部人都掉啦。所以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给他了。我可比赛内啊，不可这样子啊。我们可以建议，没有问题的。好。另外，针对原本新华老街有执行科技执法，不过评估目前交通秩序已经充分改善，无需要透过科技执法来处理违规停车，嘛成为专区头一个特重的案例。对此，议员陈义珍表示，北门路上环嘛因为歹停车，佮有科技执法，严重影响当地生理，所以希望警察局事可比较办理。新化老街因为科技执法之后，然后它整个停车秩序有改善，所以它后来就检讨是不是有退场的可能。那就表示说，没有可能不需要透过科技执法来取缔违规停车的必要，所以他就让他退场。那所以北门路的商家就会询问说，那北门路现在看起来整个停车秩序也改善很多哦，那人车都骤减哦，是不是有可能比照这个新化老街来做一个处理？这个我们会做一个评估啦，我请交大跟交通局我们来做一个妥适的评估。如果认为有退场，我们就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就会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因应措施。新闻军吉林跟采访报道。